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27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和合石支線。和合石支線係九廣鐵路電氣化前嘅一條已經停辦嘅單線支線，全長0.95公里，喺1949年10月15日通車，1983年4月5日停辦。該支線同主線嘅分叉點當時設喺粉嶺站東南，只係建有連接大埔墟方向嘅路軌，因此列車到達和合石站後，只能沿路返回往大埔墟站嘅南行主線，而由粉嶺站開出嘅南行列車唔可以駛入本支線往和合石站。和合石支線主要方便日常運送遺體到和合石墳場及和合石火葬場，亦會喺每年嘅清明節同重陽節接載前往和合石墳場掃墓嘅乘客。1940年，由於香港市區嘅墳場已經唔夠應用，香港政府計劃喺和合石興建墳場。加上香港喺二戰嘅日治時期中有唔少人死亡，戰後為咗運送大量遺體安葬，九廣鐵路局就建造咗前往和合石嘅支線，並喺1949年10月15日通車。九廣鐵路同時開設咗棺柩運送服務，將棺柩由九龍運去和合石。首具棺柩嘅運送費用係150元。其後每具則收取100元。呢個舉動有效解決咗當時市區墓地不足嘅問題，並配合咗新界墳場嘅使用需求。1966年，由於和合石車站仍然保留低月台設計，而且月台太短，令掃墓時人數太多造成擁擠，九廣鐵路局對和合石火車站月台進行改善工程。但隨住運載棺木逐漸由靈車取代，九廣鐵路喺1968年底停止靈柩運送服務。該線便改為每年清明節同重陽節期間接載掃墓人士。值得一提嘅係，1977年，由於地鐵九龍灣車廠尚未落成，九廣鐵路亦將和合石支線借俾地鐵用作訓練車長嘅專用路段，臨時解決咗地鐵培訓設施不足嘅問題。配合粉嶺新市鎮發展，和合石支線成為開闢粉嶺新市鎮用地嘅障礙。九廣鐵路英段喺1978年展開電氣化工程。但和合石支線並未有鋪設電纜等，而支線喺1983年4月10日清明節後停辦，之後路軌被拆除，和合石站亦被拆除。雖然和合石支線已經全面拆卸，但係喺東鐵線北行方向嘅左面，近馬會道天橋旁，會見到一道維修用紅色鐵閘，嗰度就係昔日和合石支線嘅起點。今日和合石支線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未完待續。